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永光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礼拜在2分钟就要开始了，提醒大家把手机关机，或是开作飞行模式。谢谢大家的配合。天堂敞开，向我交换你生命，释放你同在。耶稣，你是我苏醒，让天堂重开。战斗，山震动，被掳的都得自由，死而复活都兴起，就是现在，现在。黑暗战斗，山震动，被掳的都得自由。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可以这时候从座位上面起立。早上看到大家，每个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聚在这里，不只是能够互相的在分享这个礼拜可能发生的事情，互相关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一起来敬拜。放下所有我们这礼拜担心的事情，你的烦恼。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阿们。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双手举起来，哈利路亚。在今天敬拜的开始，我们先来邀请圣灵，在早上的时候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哈利路亚！好的，可以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相信圣灵今天早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他造访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用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在神里面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邀请大家，我们待会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我们的舞蹈来赞美神。哈利路亚。阿们。一起来拍手。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
小山都要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来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来继续齐来赞美。我们的歌声，我们的欢呼都是带有能力的，让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欢呼哦！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唱歌跳舞赞美神，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我要专心来爱他，将我的心献给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欢呼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是充满恩典祝福的人，因为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知道，就算我们自己很软弱，但是我们有这位全能的神可以依靠，这就是最棒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来敬拜赞美，来对着耶稣，哈利路亚！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
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看敬拜灵。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歌声带有能力，带有宣告。不管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性情在里面有多小，但当我们愿意开口来宣告，甚至来祷告的时候，神就要来成就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上。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要来发挥我们祷告的能力跟权柄。我们接下来是幸福小组的开始。很多人可能是透过幸福小组，他才第一次听见这个恩典的福音，他第一次知道他的生命原来不是只有靠自己，原来还有一位上帝这么的爱他。所以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用 RPG 的方式，2个到3个人，我们一起为着我们接下来的幸福小组来祷告。那邀请大家这时候可以会的带不会的，我们2到3个人一起为着我们幸福小组的开始，还有接下来的这些 base 他们的生命来祷告。哈利路亚！来到亲爱的父神，我们将我们的幸福小组交在你的手上，就让我们的幸福小组真的成为那个传福音的管道，让我们的幸福小组转换来到小组当中的主，你就兴起的转他们的生命，转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接受你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跟帮助。哇，我们也为着我们每一个小组里面，我们的组长、我们的这些组员、这些每一位参与的同工来祷告，祷告
全的放在你面前。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主你也是爱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神的人，你也已经爱他们了。主，将我们的幸福小组交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每一个小组里面，我们真是充满喜乐，与你同行。我们一起在享受在这个拯救灵魂的这样子的工作里面，就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是充满喜乐、充宝殿的再出发。谢谢天父，然后保守我们待会的所有的礼拜。就感谢你再次将我们的祷告完全摆在你面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跟你隔壁讲说，请坐。让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经文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5章36到40节，请。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圣经攻读到此，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接下来我们邀请永光教会何兆明长老为我们讲道，他的讲题是神的旨意和恩典。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还好我不是牧师，没关系啊。对，我没有那么严厉，我也没有说牧师很严厉啦哈。对，所以在过去在今年呢，我们教会有推动那个2年的读经计划。那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那个潘牧师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兆敏，那个我们要出国啊，所以你可不可以在10月5号呢，然后来分享来讲道？”然后我听了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答应了。对，然后答应了，然后事实上过几天之后，我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答应呢？然后那个就感觉当下好像被蒙了一样哈，就觉得就说好，然后后来就有一点后悔，但是呢，我还是顺服。那顺服之后，我就开始思考说我要分享什么。那刚好在读的《使徒行传》，刚好是读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第15章，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用这个经文来成为我分享的一个题目好了。那题目里面我就是定为神的旨意跟恩典。那这里面呢，因为《使徒行传》呢，它是记载一个圣灵的工作的一个书卷，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书的一个开头呢，就定下了这个主轴。这个主轴就是我还没开吗？果然还没开啊哈。然后好，那就是这个主轴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里面，他就讲到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那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就会有他说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就把它打成一个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给我们一个印证。那圣灵会跟我们同在，对吧？那圣灵跟我们同在，就要做出见证，是吧？做出见证就是一个恩典。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那这个一路过来呢，那谁会给你能力？就是神必得着给你那个能力。在这个圣经经节里面，他就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是我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圣灵的降临不只是圣经的记载，而是揭开了圣灵的世代。所以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叫做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父的时代呢？如果以我读经，我现在在读经来看，圣父的时代就是旧约。我每次我们在看旧约，就是讲耶和华吩咐，耶和华晓谕你们怎么，然后耶和华说怎么样，然后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这些过去的甚至雅各那这些人呢，都我们看到的旧约的这些人物里面，都是耶和华在晓谕他们要干什么。所以这个我的看法就是，圣父的时代到圣子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圣子就是主耶稣降世到我们世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是我们就是要做成门徒，我们要做使徒。所以在五旬节里面，我们看到说，圣灵的降临浇灌在使徒的每一个人身上，让他们充满的能力，放胆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圣灵是我们看不到，但是他却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可以经历他的作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里面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虽看不到圣灵，但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也就是风从你旁边吹过，你会不会知道说有风吹过？会。但是你有没有看见？没有。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那在我们在读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去为了某一件事来做见证。那神就会差派圣灵到我们当中。他也说他要差派保惠师在我们旁边。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在保惠师里面，他就讲说，保惠师呢来就是要从父的真理的圣灵来，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见证就是什么？见证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是恩典的故事。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需要的是神开我们的心，而让不只是照着自己的经验，然后也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理解神的旨意，乃是对焦于上帝。我们要对焦于上帝，求神能够转化我们的意念，看见我们每一个选择，看见我们每一个的改变，也甚至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冲突的背后，都有他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使徒行传第15章36到40节，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不同的思维思考当中看见神的旨意跟恩典。所以我们要跟隔壁说，照神的旨意，心灵得安逸。得安逸。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中，我要分享是在争论中看见神的旨意。今天的经文事实上一开始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就是写到使徒行传第15章，我过头了哈，第15章36节，他写到我写的太多了哈。我们看底下那一个，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那个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的景况如何。”这是他第2次宣教。上面讲的是第1次宣教。第1次宣教，他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2次是不一样的哈。然后他们有2次的一个宣教。那我们看到说，
这2次宣教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一次的经文，我们所提的是第2次。他说，过了些日子，我们要去跟保罗跟巴拿巴说，我们要去看望弟兄的景况如何。这个就好比说什么，保罗主动提议要去回访他过去第一次宣教所去传教的这些信徒，所以就显现出说，保罗他对门徒的一个关心、造就、跟进，还有栽培。这个关怀、造就、跟进跟栽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不要看我们现在好像过去的圣经里面提到这些，我们好像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仔细去推敲，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要去看望弟兄们如何。我们常常在小组里面聚会，会常常说，那个人很久没有来了，我们要不要去关心他一下，看望他？现在打个电话联络，以前没有赖啊，以前也没有电话，只好徒步去了。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软体，我们就用赖啊，所以我们简便多，所以我们脚也轻省了很多。以前呢，要用走呀，要用走的，我们现在用一个电话、一通赖、一个讯息，我们就可以跟他做联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工具都方便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不要看轻我们自己，也是他们过去所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跟进、栽培，还有我们的关怀。栽培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培育学校一样，我们培育学校，我们很多一个信仰的根基的养成，也是从我们培育学校里面，更让自己更茁壮，让自己更多的基本的一个信仰的基础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同样的关怀也是更重要。教会有很多小组的小组长同工的关怀，还有教会关怀部的关心。我记得在前几天我们现在有那个晨祷，然后晨祷的时候呢，我们豆豆就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呢，他晨祷完，他就跟诗慈说，诗慈，我们晨祷后我们去探访那个燕巧，燕巧就之前有身体不太舒服，他在住院，然后说我们去探访燕巧好不好？然后那个诗慈就跟明谦他跟豆豆说，我们之前才去探访过，这样子，还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豆豆说可是呢，我们是代表教会关怀部，一定要去看一下，而且他就很有力道的跟那个是说，我们关怀部要代表教会去看一下燕巧，因为燕巧应该是诗词，燕巧是那个谁的小组，文文小组，文文的小组他也有去看，诗词呢是他好的朋友，他也会去看，所以在探访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现在教会正在做的事工，就是我们要去看望弟兄如何，这就是我们在做的。所以在里面呢，我们看到许多的工作，我们好像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执行当中。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燕巧她就是有一次她也是在推着她的宝宝刚好在等红灯，那一样那个豆豆都说，你是要来教会吗？然后燕巧就觉得对，我要去教会。可能他心理上好像觉得我不知道去干嘛，但是他就真的来教会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刚好呢，神的旨意刚好让豆豆去看到了燕巧，让他能够顺利的来到教会，让他没有办法再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就笑笑的跟他说，我要去教会。这个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见证。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在运行。有时候我们一个不经意的一个事件，好像我们没有去看，没有去回想，我们就会忘了。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
37节里面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着马可的约翰同去。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呢，他的个性是一个温和的。巴拿巴他的原来的名字叫约瑟，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之子。什么叫劝慰？就是他是一个会劝勉人、会安慰人、会造就人。他是一个我们常常说你是什么之子？比如说，你是以前有时候人家说台湾之子，还是什么之子？啊，对，什么之子？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就是你在这个被运用的这个之子里面，你好像是一个在这一件事情，你是一个独一无二、做得最好的人。那他被称为劝慰之子，就表示巴拿巴他是一个很愿意鼓励人。他在那个初期的那个初代的教会里面，他是一个敢为保罗说话，把他介绍给其他使徒。在过去的时代里面，你知道保罗是一个，以前他叫扫罗，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他是一个非常讲话很厉害，然后智慧也很好，然后他可以去抓基督徒。那当然在后面耶稣拣选他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使徒。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巴拿巴他本来是一个好人，他原本就是一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哦，所以他就去之前呢，我们看到他都称为扫罗，他就把扫罗找到安提阿教会，然后2个人就做一个宣教的工作。现在保罗要巴拿巴跟他一起去做第2次的宣教。第1次的宣教是巴拿巴跟着扫罗巴拿巴带着扫罗，那时候叫扫罗，巴拿巴在前面。现在是保罗带着巴拿巴，保罗在前面。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你如果有注意到，当称为扫罗的时候，巴拿巴在前面；当称为保罗的时候，巴拿巴在后面。他的主位有被异动了，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被异动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意他的同工的，所以在38节里面就提到，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所以就不跟马可去同工，他就认为这个人不可靠。为什么？因为他在第1次宣教的时候，马可中途就离开了。你知道马可是一个我去查，他是一个家庭状况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就是他的家庭境遇是算是在中上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底下，他认为去当时第1次宣教觉得有一点难度，所以他可能在中间他就先打道回府回去耶路撒冷。在第2次的时候，巴拿巴又想要找马可同行。事实上巴拿巴跟马可呢，他们是有亲戚关系马可要叫巴拿巴不知道什么叔叔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也是要找他去。那他就跟他一起想要找他一起去，但是呢，保罗就说他认为他会影响第2次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旅途中，他会影响他的宣教的事工，所以他就跟谁起了争论？跟巴拿巴起了争论。他就说，你要带谁去，那你就带他去，我就跟着谁去这样。然后在这38节里面，我就看到他们就彼此分开了。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那在刚我们圣经的叫做塞浦路斯，是不是？刚我们读的居比路是一个岛，好像我们台湾一个岛。他是要坐船过去的，用走路走不到，所以他是要坐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争执里面，我们是不是看到说有时候我们在服事上面也会跟同工有一些意见不合，这个意见不合是不是代表我们真的要你就不要被神用了就是我为主？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神有他的旨意在。他们2个虽然分道而行，他们2个虽然分开，但是呢，他们2位都不是刚信主的信徒，所以
他们曾经是一起冒险建立教会，经历圣灵的大能。2位是成熟的领袖，这2种看法都有他的立场，都有他的考量。在我们这个看到说，一个是着重什么？一个是着重恩典跟成全，一个是着重在责任跟稳定。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爱心跟原则的一个张力啊。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服事上面，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谅解，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服侍对方，这是我们教会很好的一个美德。在教会中，我们会经常出现有一些争议、挣扎，但从神的角度却不是这样。从神的角度，我们看到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是开启了2个宣教的路线，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到塞浦路斯，那神的旨意呢，通常都不是一致跟和平的，他可以在争执中、分歧中，仍然推动他的计划。他不是要人争吵，但他能使用人的软弱跟限制，完成他更大的旨意。阿们吗？所以领受神的旨意，人生就如意。我们一起讲，我们一起来说，领受神的旨意，人生就如意。在人的软弱中经历神的恩典。在第40节里面讲到说，保罗拣选的希拉也出去了，蒙弟兄把他们交于主的恩典之中。保罗带着希拉，希拉是谁？大家知道啊？就是有一次，我讲一个事件，就是他们在监狱中，你记得保罗跟希拉有个在监狱中，他们有在祷告，在吟诗，结果那个监狱不是地震吗？然后监狱门打开了，然后那个保罗就跟希拉就要跑出去，那个监狱的那个狱主不是很害怕啊，说你怎样怎样的，然后呢，保罗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你不用怕，我们不会跑走了。那这个希拉他也是一位忠心的传道人，然后他们当时都是非常顺服的人，所以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保罗很看重什么？看重这个人呢，他的忠心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在忠心的服事上？因为你看我们教会的同工啊，最少100多个，光铁三角光服事的人，每一次一动员都是上百人以上，这个都是忠心的同工，都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道路上面。所以他们2个就展开了新的旅程哦。保罗他们就走到了马其顿、希腊，把福音带入欧洲。这个服事上，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的时候，或者是策略的选择会有不同，或者是对人的判断也有落差。但是我们若愿意存着谦卑，寻求神的心意，这些能力就在我们当中，这些张力更可以让我们深深学习信靠跟顺服。大家阿们吗？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对他们的祝福，将他们托付于主的恩典中，表示支持跟信任。这好像是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传福音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幸福小组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街头布道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管道？但我们没有去的人，是不是会觉得啊，我好像没有参与在当中，会觉得自己好像如何了？不用，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永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为服侍的人，为传福音的人而祷告。这个祷告，我们把这个恩典，求神把这个恩典交托在主的恩典当中，让去传福音的更有能力，去传福音的带出神的旨意，去传福音的人能够享受在这个传福音的恩典当中，也让我们带导的，也让我们虽然没有去，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为着他们而祷告。我们是不是也阿们啊？阿们。我们不用看清自己，所以我们只要表示支持，我们要支持他们，信任他们，在这个
祷告中成就神的美意。所以神愿意愿意什么？愿意用顺服他引导的人，而不是不顺服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情绪放下自己的立场跟坚持，要转向神的心意，就是在人呢不完全当中呢，展现神的完全。我们要成就神，而不是成就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在这个看见我们这个宣教中非常大的一个见证。神的奇妙是不断的在扩张。有一位我们常常忽略的人，就是马可。这个年轻人呢，在第一次宣教的旅途当中，他有点退缩。他退缩的原因，事实上在经文上面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知道他的退缩也有他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没有被后来的巴拿巴给放弃，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的当中，虽然在保罗的眼中，他有一点不成熟，也有一点好像不够，没有那个没有担当或承担所以，但是他虽然拒绝马可第二次的宣教，可是另外一个同工巴拿巴，他也选择了马可跟他一起同行，他给他第二次机会，所以他就说，从书信里面就说我们一起带着带着马可一同前去，这段关系后来结出了一个宝贵的果实。你知道我们看到马可他们家的我查出来他们家的境遇事实上是不错的我记得拣选人也是一个神的旨意啦。我记得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团契，就是我们以前有雅歌团契，有社青团契，有松年团契。后来在之前我们想转型小组，那牧师就选了15位，叫做实验小组。那这个实验小组里面呢，当时周牧师就说：“这个15位里面就由他来选。”那这个选里面呢，就几乎都是当时的长老跟执事，是实验小组里面的成员。那有一次呢，我就坐在那个角落当中，大概就是中青兄坐的那边，大概陈中青坐的那边。然后那个潘牧师之前还不是潘牧师，他叫做牧师娘，因为他还没有去读那个台省的道学硕士，所以他还没有封牧，他就来找我，他说：“昌明，你也来参加实验小组好了。”我想说心里在想不是周牧师说他来邀请的才算吗？你潘牧师娘应该不算吧？我内心就这样想，我内心。然后他隔一个礼拜，就这些15个同工就要去实验小组要做一个聚会，然后不知道去谁的家里，我倒忘了，然后就去聚会了。然后那一天礼拜3我们也是周间去聚会，那我就没有去了，因为我讲潘牧师娘你来叫，都不是牧师，你都不是牧师来给我叫我去，万一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弟兄，坐在也是跟大家一样差不多都这边那啦然后他在叫我就想说我不要去好了。然后他晚上10点他就打家里的电话来，赵美你怎么没来？我说我为什么要去？万一我去了你又说不是，那我去了不是那个满面都是豆花，满面转倒灰那样所以我想说我就不要去好了，然后我就没有去了，所以我就不去了啦。然后他打电话来，我就跟那个潘牧师说，我又不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万一我去了又被人家亏，说我怎么跑去了，所以我就没有去。然后我就说你说的你说要去我跟你确认了我才去，所以再隔一个礼拜我就去了这样子。所以我也是很顺服的人大家对不对？对啊。所以我是一个就是说牧师在叫什么呢？我
就会去做啊。有时候有时候你被找了，你不去啊，你明明就在家里面看电视，牧师打电话来，张美你有没有空啊？你要不要来教会干嘛干嘛的啊？没空，我刚好在看《延禧攻略》啊，这样就不行了。在看周星驰啊，这样就不行了。所以我就会不好意思，想内心有100个不愿意，但有1个愿意啊，那就是圣灵的感动。你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大过于世间的99个、100个不愿意啊。对，所以你就非得去不可了，因为我明明就在这里，在沙发上，然后我不去。那就讲不过去了，所以我曾经也分享，这个服事呢，当神不给你的时候，你就会在那边躺着都不能动啊，你就真的不能做了。当你还能动的时候，你就要感谢神，你就要阿们啊，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我的感受就是，既然教会早了，那当我还是有可以的时候，我就可以多多的参与。我那时候才30几岁而已，现在已经55了哦。所以这个也在这边已经服侍了一段时间，心会不会冷？会不会跟那个马可一样，中间就想要转弯？会啊，怎么不会？已经转很多次弯了啊，然后已经转了又再转啊。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我只要看到2个名称，只有这2个，我认为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叫做耶和华，一个叫耶稣基督，其他的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软弱的，都是需要求告神、呼求神、求神帮助你的，都是要有神的带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们既然是这样的人，我们就要呼求神、祷告神，求神的旨意临在我们当中，神要带领我们，是阿们吗？对吗？在这个多年后，我们看到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他的语气转变，他就讲到马可，在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他讲到马可，他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服事上，服事我上有益处，讲不太出来哈。这是代表什么？马可他的转变，保罗他也知道马可的转变。保罗是一个他注重责任跟稳定的人，他后来的改变，我们也看到。这句话，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马可生命的一个翻转跟成长。那这是神的恩典介入跟医治。更重要的是，这一个马可曾经被拒绝，后来成为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福音是在主后65年到70年所写的，他记下耶稣的事迹跟教导。这里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也成为我们后代教会的一个祝福。马可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个人的过去不能定义他的未来，只要愿意回到神的手中，神仍然可以重建、恢复，甚至大大使用。大家阿们吗？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有一个愿意成全他的人是巴拿巴，在圣经里面没有写出伟大的这些书信的教导，也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有名声，但他的选择是给马可再一次的机会，给他信任，给他陪伴。圣灵所赐的恩典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在于他成就了别人。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并甘心退居到第2线。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服事都是在第2线，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他是默默的在后面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所服侍的代祷。这些人就是一个我们虽看不到，但是我们要为他比起大拇指，他是为我们祷告的勇士啊。
今天的教会也是需要这样的属灵的父母，不是吗？愿意陪伴我们，也愿意相信，愿意不急着看到一个果效，愿意长期的扶持我们。所以保罗更值得我们来学习，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保罗也曾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从一开始拒绝，到后来接纳，显示出他的属灵生命的一个改变。他也没有坚持己见，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他没有坚持己见。这是一个属灵领袖真正的成长，他也一直在成长，在坚持真理的同时，兼顾了施恩跟接纳。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要学习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这样子一个使徒他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生命当中多少都有马可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有失败过，我们有灰心过，我们也有气馁的时候，我们也有被误会，但神的恩典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他能使我们重新得力，重新站立，并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大家阿们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给别人机会，神就给你机会。大家来说一次：给别人机会，神就给你机会。说到这里，就说我们曾经软弱，曾经失败，但是我们却因为神的恩典被扶起。我有认识一位弟兄，那是我的小组，他姓罗，叫罗弟兄。他姓罗，他是医学的高材生，他是读建中，然后考上医学系。对，然后呢，他的父母，他的爸爸也是一位牧师，他的姑姑也是一位牧师。他的成长过程，他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他在成为医师的过程当中，他之前在永和的更新里面当主治医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遭遇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很多的一个攻击，甚至被许多同事或者是长官有一些对他的不谅解，要他离开永和更新教会。永和更新医院。有这么多人为我更正，表示说大家都有在听，阿们吗？阿们。感谢你们没有睡着。永和更新医院，我刚刚说什么？永和更新教会，哎呀，真的是教会讲太多了哈。永和更新医院大家都没有睡着，我要看有没有谁睡着。没有人睡着，真是很阿们哦。好，没有人睡着。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更多的关心、祷告、扶持。他也曾经在低谷，我也曾经带着他去看过医生。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挣扎，但是这位高材生呢，他很顺服哦。他每次都会问说：“我现在要去找医院要去找哪一家？”他找了，在新庄省道下去有一家省立医院，叫台北省立医院，是不是？那什么省立医院属立医院，然后中兴医院，台北市立联合，反正也是中兴医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和平医院。这3家医院呢，事实上属立医院他没有去那他就中兴医院跟和平医院那边选。我们给他的建议是和平医院。其实他虽然高材生，但是很顺服呢。他说好，那就去和平医院好了。
所以他现在就一直到现在还在和平医院哦。他在和平医院一去，那个科主任或者是院长还是副院长，我倒忘了。他说：“啊，你就是做记录，开会的时候做一下记录，没有在看病患的。”他又弄个赖打电话，叫我去那个医院，都给我看，叫我做记录。我是医生呢，我是一个大医生，人家说大律师啊，我是医生呢，怎么叫我去做记录？这成何体统啊！成何体统是我自己讲的，这像话吗？这像话吗？不像话，对不对？所以我越觉得他不像话，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止这样，因为神的引导要让他走出一条崭新的医界的道路，让他的在从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我们说境界更宽，他的所有的这个医疗的技术，可以因着他而让更多病患得着医治。所以他后来不止在更新医院，不是更新教会哦，是更新医院。他还有一个诊，在和平医院，他的门诊，我每次去看啊，都是好几页，那个一页大概18个人哦，哇，那一直翻页，最少要翻4页。所以他现在的病患是很多。当然，我们医生不是说我的业绩有多好了，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得到很多病患的一个赞许，也甚至也得到院长的颁一个奖状的一个加冕，还有病患也给他很多的一个加冕，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55章就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要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要高过你们的意念。”阿们吗？所以用我们的人去思考，通常你就会一直转不过来。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引导，神的带领是不会让你落空的，你一定要坚信这一点。在我的自己的见证里面，我的小孩和生，他之前他考到大学的时候，他在大4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妈妈，我要去补习。”哇，大4了还补什么习？他已经从国小3年级补到高中了，还补习。他说：“我要去补习。”他不是高材生，他不是像某人是建中的，他不是，他只是那个什么和平医院的一样有和平啦，和平高中，对。他读大4的，他跟我讲说：“我要去补习。”那你要补什么？他说：“我要去考学士后医学系。”我说：“学士后医学系啊，你要补习哦？”那好啊，学士后医学系要去考，要当兵拿到退伍令才可以考哎。你大学完之后你要去当兵，当兵之后怎么都已经再过1年了，因为考试是大概7月8月嘛，毕业是6月，那你退伍完早就过了考试的时间，你是不是要隔年才可以考？那我就想说，那你这样怎么？他说要补习啊，你要补习就让你补啊。我们不能把小孩子想要的教育的钱也省起来。大家父母是不是阿们吗？小朋友想要学习，要去受教育，我们就要支持他啦。所以当父母的，当小朋友说要补习，当然有困难，当然我们是要考虑一下啦。当小朋友说要补习的时候，你要赞美他，因为他自愿要去补习耶，所以他就去补习。我说好啊，那马上就去缴了不是保险费啊，差点讲错了，就缴那个补习费，他就去缴了。然后他也很认真，因为花很多钱因为他知道他有补习。然后我就想说，不行，要赶快去打电话，我就没有要赶快先去查法条，因为他妈妈刚好重大疾病，我就去查了一下，重大疾病是可以服补充役就好了。补充役就是什么？就是2个礼拜的当兵就好了。
不用去替代役要4个月的啊，或者是什么，他只要2个礼拜。那我就想要说2个礼拜，那有机会哦，是不是赶快毕业后赶快去拿到这个补充役的召集，有时候那个兵役服兵役的单子，我想说我就打电话去中和区公所问，打电话去。我就听到那个人的声音很熟，我说你是谁某某某对不对？他说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他就是在永光教会的一位弟兄，在中和公所里面刚好是什么兵役课，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知道了，我就跟何佑生你稳调的啊，你知道？这是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上帝旨意，迄个引出来的脚步一定出现啊！卡去拄啊好，咱教会兄弟拄啊好，你兵役课，我讲你快一点，我要变成讲台语了。我说你快一点，快一点把他征召去当兵啊！果然呢，他毕业后没多久，兵单就来了，他就真的去入伍了。退伍后马上就去考试，就上了。他有厉害吗？所以回来你们跟他说，他有厉害吗？没有，上帝才厉害。上帝才是厉害，上帝的厉害让他整个过程中是蒙福的道路啊。这个祝福我们不要看清，有时候你一个痕迹就会看到。我自己也有那个时间还够，我自己也有。我说我自己某一个位置，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想要升呢。我们升叫做升官好了啦，好，我们讲升官好了。我说我想要升，但是呢，你要给我一个记号啊，不然我怎么升呢？不然升，你要升是不是要去甄审？你要不要投履历啊？我像有人是不用投履历，好像很厉害，合一会就不用投履历啊。我们就要投履历，好，投履历，我就想说，又不会上，投什么履历啊？我又不是什么台大，又不是什么成大，又不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排行啊，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排行啊，国立大学的排行，第1名是台大，第2名是交通阳明，第3名是成大，第4名。忘记了。第5名是中央，反正就这样一直排下来。那我又不是那些大学，什么都不是，去甄审怎么会上呢？我说上帝，你给我一个记号，你给我一个记号，有人跟我讲，那我就会去报名。他那个时间只有1个礼拜，我就跟神这样说。到了比如说从礼拜1一直到最后一天的礼拜5下午2点，有一个人跟我讲，兆明。你怎么没有报名？你要去报啊！我说我又不会上，去报什么报啊？你没有报名，怎么知道不会上呢？哎呦，我忘记了，我有跟神说你要给我一个记号。果然有一个人跟我讲，我却去，在2个小时我就要去投履历，但是投履历要有毕业证书，要有什么什么。你知道那一天合一会刚好在家，请假，就是这拄好。我就想讲这个一定我调的啊！伊拄好你厝，我就打电，我就打电话给他，在家你赶快把我所有的资料赶快用拍照给我，因为现在软体很方便，赶快拍照给我。然后我要交一些履历啊，要资料啊，履历要你的最高学历证明啊，那你要考试及格证书啊，你要什么证书都要，反正你都要有。然后就刚好他在家，哇！他说你在哪里啊？我说我放在哪里？你帮我去找，全部都给我。我在2个小时里面全部写好自己的自传，所有都写好，然后我就用 mail 传去，然后传给人事室。过不了多久，那个位置就是我的。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我这个见证我在第1场没有讲，这第2场才有讲。然后呢，还有很多见证哦。合一会的见证我就不讲，有机会我再讲，好吧？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的旨意有时候你会有感觉的，
会有感觉的。我们昨天在读哥林多后书第1章的时候，我刚好在我的讲章就是神的旨意跟恩典，那我就看到哥林多前书后书第1章就刚好奉神旨意。你看这保罗他说写奉神旨意，哇，我就更坚定的觉得奉神的旨意。所以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奉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出于人的安排啊，不是透过表面的和谐跟成就，有时候它是借着我们的不完美、分歧还有争执，带出更好的一个计划跟果效。巴拿巴的恩典是在平凡中看见他的忠心，保罗的恩典是开始于他根本不配被招呼，一直到蒙神的选召。马可的软弱却成为后来神重用的器皿。各位兄姐，因着信，我们蒙神的眷顾，领受恩典，我们得享救赎。我们需要勇敢的向前行，来传福音。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个是淑美姐，就是我老婆，她在家里面，她也在传福音。听一下。信啊，哦，可以去信永光教会。哦，永光教会。对，我们家，你是永光教会。隔壁条巷子就到了。隔壁条巷子到底走路到底到对面那，就看到永光教会。就看到永光教会。下楼梯嘛，所以我会常常讲教会，他每看到一个新来的长照，我们有找外聘的外劳在看顾他，但是外劳会休假，他休假的时候，我们就会找长照的人看顾他。每一次的每一个长照，他就传福音啊。我们在永光教会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过去啊，在转弯啊，然后过马路啊，那个叫做永光教会。这是他传福音，这个叫得时不得时都在传福音。大家阿们吗？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它是作者是约翰班扬。他这个书呢是在写什么？他在写说主角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他写到要从沉沦的这座城市要出发，走到上帝的城市，就是天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基督徒总是背负的重重的担子。这个担子呢是什么样担子？就是有时候我们良心有时候过意不去，会有很多挫折，会有很多心情不好，或者是忧郁，或者是闷闷不乐，或者是一些律法的重重的担子，或者是工作等等等重压在我们身上。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常常要努力不懈的去寻找能够让我们解脱的方法。他在这个过程中有经过很多，比如说有法律山，有什么律法的，让他可以解脱。但是我们所看见有很多自私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让你重得自由，只会让他更加的失望。唯有来到哪里呢？他一直走，就走到这个十字架的底下的时候，他的背上的重担突然就落下了，因为他的祷告让他整个这个重担脱落，然后这个重担呢，然后就滚到一个坟墓当中。那这个坟墓当中，让我们再也都看不到这个重担。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身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神的旨意是要人来到十字架，要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或律法得救。神的恩典是当基督徒相信耶稣，
神的恩典就是当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债的时候，因为神总是跟我们同在，因为不是神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而是因为神的爱。愿我们一生呢都能够追求活在神的旨意，经历他丰盛的恩典。大家阿们吗？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思考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个就要透过我们每一天都要来祷告、读经，不断的来依靠圣灵的引导，一个看见，一个感觉，一个领受，有可能都是圣灵的引导。所以在教会中，我们要彼此的查验，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代祷，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论多寡，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大家阿们吗？所以永远不变的应许，我们都是要一步一步的迈入这个恩典的道路。这一生都是神的祝福。我们要来唱这首回应诗。哇，时间快到了，我们还是把它唱完好不好？恩典之路，我们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在神的道路当中，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透过祷告，神必引领我们。他不是让我们孤独的一个人走，他会赐下保惠师，会带领我们，会有圣灵在推动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我们一起举手，深深的来敬拜我们的主。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我们透过诗歌，我们来领受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要透过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让主耶稣都一直跟我们同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位神跟你同在。你要相信，你要信靠他，成为你一生的帮助。阿们吗？我们起再来从头。你是我的主，引
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指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指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指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指引我走这人生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兄姐来到你的圣殿，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这些话语要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再次看见你的旨意要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成为他们恩典的故事，也成为他们的帮助，让他们一生都走在祝福的道路上面。我们将我们今天未来所有的一切都要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神你大大的恩赐丰盛有余的恩典祝福在他们身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世人作见，姐妹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
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有请尤长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虽然是连续假日我们还是一样进到圣殿里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这个开始了事工分享。这个是牧师在美国跟我们请安。不能动啊！没关系，那我们就下一个。牧师在美国跟我们弟兄姐妹来请安了哈。好，这个礼拜我们的读经的进度是哥林多后书2至8章。今天的经文是上面红色是台语的下面是华语的，我们念华语的来，请。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2章17节。再一次，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2章15节。好，来，这个牧师他是9月30号到10月17号，那是前往去美国的南加州跟圣地亚哥去分享我们永光教会的事工。牧师休假期间，如果你有事情你就可以来找我哈。我们全教会的野外礼拜，11月几号？11月23号我们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全教会要到力的世界去野外礼拜。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报名哦。成人1000块。如果是学生呢，大学以下多少？800块钱。我们的早鸟价到11月2号截止哈，11月2号以后报名就恢复原价，所以我们赶快跟我们小组长来报名，或者你们要参加小组，可以到我们后面的招待座来报名。来，我们看一段影片。还是不行？都不行吗？好，那个我们幸福小组的那个副长1点钟我们到4楼来备课，请副长跟同工好，这个礼拜6呢，我们教会有儿童舞班，徽音班、小熊班、小兔班，还有永光舞团。我们都开始上课，如果你的子弟要来参加这个儿童舞班，可以报名哈。这个是我们的教会的中央空调要修缮，总工程费大概要400万，到上个月礼拜呢，截止是954923元，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了哈。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代祷跟奉献。那我们预计大概是明年1月才开始动工，本来是12月就要动工因为我们12月教会的圣诞节的节目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可能会延到明年1月的开始的施工。好，我们来介绍新朋友李国成弟兄、郑玫瑰姐妹在这里，我们欢迎好，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等一下，我们请我们招待同工招待同工，我们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还有一个黄伯成弟兄，黄弟兄有来吗？在这里的
一致的欢迎，永远欢迎哈。来，我们请招待同工送你一份礼物。我们那个叫我们的肢体有欠安的，我们为他来祷告还没有。就是我们庄君荣姐妹、李金耀，还有邱信志长老王翁碧溪姐妹哈，请问为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来代祷。好，有一个蒙主恩召，就是詹赖桂凤姐妹，就是我们银安姐的妈妈就是我们银安长老娘的妈妈蒙主恩召一定在10月24号。因为什么？10月24号，因为要等牧师回来，等牧师回来以后10月24号礼拜五上午10点30在台北华爱，这是二滨的景仰楼3楼智美餐厅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嘱代祷。4班请于当天10点集合练卫师。好，这是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可以上去来连结来看看好，现在我们请会院干事来介绍星光学院。好，大家兄姐平安。那我要来特别介绍我们的星光学院。那我们的星光学院是欢迎国小以上1年级小一就可以来参加，然后我们现在的参加的学生，我们从小一一直到高中都可以一起来上英文课。那我们星光学院，我们是结合信仰、科技跟学科。那这一期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刘哲老师，他加入机器人跟我们一起上课。那今年刘哲老师他也在写 AI 的书籍，那也请大家来为他代祷，希望书可以赶快完成。这一次我们的星光学院的老师团队呢，我们有刘哲老师跟敏慧老师博士夫妻，还有我们的玉燕老师、怡琳老师、彩凤老师跟洁锦老师跟我们的秀慧老师，感谢他们的加入，陪伴我们的孩子们一起祷告、写功课、写导读跟解题。然后我们也有爱家行动，就这些孩子在写完功课之后呢，他们也会一起预备点心、切水果、洗水果，更在放学之前呢，大家都有来晨祷，对不对？那些桌椅也都是星光学院的孩子们一起帮忙排的桌椅。我们现在服务的学生在新店区有3个孩子，也愿意从新店来到永光教会。感谢主，我们要培养一群爱神爱人的青年，所以目前还有名额，也请大家可以帮忙宣传。好，我们有很好的老师来指导所以我们家长可以很放心的把那个你的小孩带来。好，现在我们来播放那个牧师他们的请安。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来到美国，神很恩宠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守望。我们接下来要跟一些的牧者要分享我们永光教会的事工。这是神赐给我们永光教会一个非常美的产业。我们在美国这里也时常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守望，上帝保护守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阿们。对，而且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充满喜乐、充满能力的因为虽然我们距离很远，但是我们的祷告上帝听，而且上帝拢跟咱同在，互咱家庭、教会拢得到伊保守。阿们，阿们，平安。非常想念大家，平安。求神保守我们牧家旅游呢，一路都有神的保守，都平安。好，我们现在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诗，互相来请安。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使他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使他充满你，烦恼都忘记。
们依然站立，我们请赵明长老来祝祷。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此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礼拜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请坐。